啊，累死了，冰冰，我们一会儿啊，待会儿吃火锅、烤肉啥都行，反正到了叫我啊。我操，什么情况？我车上找了个美女出来。啥情况？太久没见到我，吓傻了吗？都没反应了。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是我朋友的车，我上错车了。哎，等等，今晚你要再不把我儿媳妇带回来，我就把你内柜的手办全扔了。就他子，你干什么？美女，你看我怎么样？你把车门打开！美女，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坏人啊，我是想请你帮个忙。帮忙？现在立刻开车门！我数3声，1。别，我真的没有恶意啊！来，给你看这个。未来儿媳妇就等你了。我爸妈催婚，催得我都快要跳楼了。之前骗他们说我找了个女朋友，结果他们今天非要见人。我爸还做了一大桌子好菜。美女，我求求你，扮一下我女朋友啊！我给你报酬2000，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骗日校考。根据治安管理处置法，你这种行为已经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立刻开门，否则我马上报警。我糟了，美女，你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啊。陈凡，你们磨蹭什么呢？全家人脖子都整长了，你爸这个前国宴大厨忙活了1天了都。国宴大厨，佛跳墙再奔下去就要断了火候了，汤头沸了就没了。佛跳墙。妈，妈，对不起啊，我其实喂，阿姨，我是若曦，我刚才工作收尾有点晚，所以耽误了时间，您别怪陈凡，是我的问题。我们马上到，您和叔叔千万别着急。哎，好，没事儿，好饭不怕晚嘛。哎，好的，阿姨，我们一会儿见啊。还愣着干嘛？开车！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不然呢？都答应了。自我介绍一下，颜若曦。你好，我叫陈凡，谢谢你啊。不客气，2000啊。一定。哎呀，这姑娘可真俊呐！叔叔阿姨好，打扰了。哎，快进屋，才刚上桌，还热乎呢。来，慢点啊。妈，我才是你儿子啊。去，让人家女孩看了笑话。来，姑娘，你别请。好。若曦啊，尝尝这个红烧肉，我炖了一下午呢。好吃。这东西我馋了3年，也太好吃了吧！哎呀，慢点吃，喜欢的话就常来，叔叔都给你做。谢谢叔叔。哎，闺女，阿姨好奇问一下哈，你是怎么看上我儿子的？而且听说啊，还是你主动追的他呢。我主动追的他啊。没事，下边什么剧本呢？那个，是啊嘛，你儿子我玉树临，是我追的他啊，我追的老痛苦。
阿姨，我是觉得陈凡他挺真实的，不像有些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吧，陈凡？哎呀，说的太对了，我从小就教陈凡的，做事要诚实。就是啊，这个咱家小凡呀，实在。是呀，谢谢你。不是啊，但是在剧本里挣钱。来，吃吧。哎呀，别在这碍手碍脚的，人家若曦第一次来我们家，你快回房间陪陪她呀。没事儿，妈，我这不是怕您辛苦。滚蛋啊！你是拐着弯的说我老是不是？哎呀，快走！哎呀，这次是糊弄过去了，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家伙会暴露的啊！孙子，走了。我错了，我真不是故意的。啊！没事吧？托你的福，颈椎病都好了。对了，今天在饭桌上听阿姨说你在融创证券上班。是啊，怎么了？我也是金融圈的，听同行说，融创最近要空降一位新总裁。哈，你也听说了？你觉得这位新总裁怎么样？能怎么样？估计就是个镀金回来的花瓶吧，履历好看，真本事没多少。哎呀，空降兵嘛，不就是过来刷个履历，然后过2年又该调走了？你都没见过人家，就这么肯定？哎呀，这还用见呢？我跟你说啊，像这种级别的，那多半都是关系户，真有能力谁回来接这种烫手山芋？照我说，那个什么总裁，哎，说不定能力还不如你。睡觉。啊。发我融创销售部全体名单，重点看看一个叫陈凡的。醒啦！啊，若曦她一早就走了，说公司有急事儿。这姑娘可真不错呀，又聪明又能干，而且不赖床，好好把握啊！知道了妈。 2000块呢，演技还不好，那能行吗？不过这个严若曦还真是帮了大忙了。陈凡是吧？直接去公司。打卡成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新总裁正式上任第一天，谁要是敢跟我出什么岔子，立即卷铺盖滚蛋！
站住！陈凡，你，哎，好嘞，我马上安排。啊！现在所有人整理仪容，带好笔记本，5分钟后去会议室。好。老谭，你可算来，听说了吗？咱们新来的这位总裁，江湖人送外号“玉面修罗”。玉面修罗，有什么夸张的？我前公司兄弟说的，上个月他寻到华南分公司，3天裁了1/3，业绩垫底，迟到早退，甚至开会玩手机的，全滚蛋。不至于吧？咱们这毕竟是总部，总部才更严格。哎呀，快走，抢个后排位置，别被盯上了。不是说9点半吗？这都快10点了。来了。我操！是他！让我们欢迎严总。我去，这么年轻，看着不到30吧？何止年轻，这颜值，这气质，绝了！别光看脸啊，听说手段厉害着呢。真的是他，颜若曦是总裁。估计又是个镀金回来的花瓶吧，履历好看，真本事没多少。完了，我的工作，我的前途，我的光明未来，全完了。感谢各位，我先简单说明我的管理风格。我做事讲原则，奖罚分明。对于有能力、肯付出的人，在融创会有足够的空间和回报。但是，融创不养闲人。对于长期浑水摸鱼、业绩垫底的人，或者喜欢在公司散播不实言论、背后乱说话的人，我绝不姑息。真要完了！更重要的是，总裁跑到一个普通员工家里假扮女朋友，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他面子往哪儿放？他肯定会想尽办法让我闭嘴，或者是直接让我消失。我的饭碗要堵了。好了，该说的都说完了，散会。老陈，怎么了？走啊！对，走。颜若曦都直接走了。也是，他一个大总裁，犯不着和我这种小人物计较。严总大气。销售部陈凡是吗？严总让你现在去他的办公室一看。现在？对，现在严总在等你。冷静，陈凡，冷静。你最多就是说2句，又没泄露商业机密，不至于开除，对吧？可是我上个月的业绩排27，上上个月29，大上个月好像也是20多名。完了，好像方方面面的我都要凉透了呀！进。坐。夏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昨天不应该乱说话，我眼神不好，脑子不好，我态度差，业绩差，以后我一定改。严总，你千万不能开除我呀！我爸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他们还等着我给他们养老呢，我手办还在我妈手里做人质呢，真的不能失业呀，严总。我说了我要开除你了吗？我不但不开除你，从下个月起，工资给你调到2到2万。2万？
这为什么呀？我有个难题，需要你帮忙。难题？总裁都搞不定的难题找我，让我去当商业间谍，还是要我色诱竞争对手啊？任总，您说的难题是？之后再说，先出去好好工作。哦，好。对了，昨晚的事儿，我绝对保密，打死也不说。我跟谁说，谁就是小狗。出去吧。是。2万难题，到底是什么难题呢？我听说公司高层最近动荡的厉害，那几个老董事都被他给收拾了。难道是有人想害他？他想让我给他当贴身保镖？这也不对呀！我这小身板，我能打得过谁呀？我。看吧，刚从总裁办公室出来，脸都是白的。肯定是挨批了。新官上任3把火，第1把就烧到他头上。老师，严总跟你说啥呀？是不是真要？干什么呢？都不用上班了是吧？天天在这儿聊天八卦，业绩都达标了吗？陈凡，看看你这几个月的业绩排第几？天天混日子等下班，公司是请你来养老的吗？刘主管，你什么你？能力没有，下班第一个走。昨晚公司全体加班，你人呢？我告诉你，公司不养闲人，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趁早滚蛋。方秘书，你怎么来了？我正好想向严总汇报工作。他陈凡业绩差，态度差，我正想向严总汇报，建议立即开除。刘主管，你刚才说要开除谁？陈凡啊。开除陈凡？恐怕不行。严总刚下的决定，即日起任命陈凡为销售部经理。销售部经理，那不比刘主管还高一级？我去，陈凡这是走了什么运？隐藏关系户，直接连跳2级，升做经理。严若曦这是让我帮他什么忙啊？抢银行还是当卧底啊？方秘书，您是不是搞错了？陈凡他的业绩一直……严总亲自签的字，任命通知下午会发 OA。刘主管如果对公司的决策有疑问，可以亲自去找严总沟通。陈经理，恭喜呀！您的这个绩效数据一定是我看错了。那个正好马上要到中午了，为了祝贺您升迁，小刘我做东，让我请您吃个饭吃饭就不必了，刘主管，我还是更喜欢你平时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回国几天了，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爸爸的？老爷，有话好好说啊！好好说什么呀？都26了，相亲不去，恋爱不谈。你张叔叔家女儿比你小2岁，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哎呀，爸，我这才刚回国接手公司，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忙？这有你的终身大事忙。你不急，我跟你妈急。若曦，你爸也是为你好，我们替你安排了后天晚上跟新华地产的韩家老三见面。
韩家老三，就是那个换女朋友比换车还快的韩家三少。那都是外面乱传的。人家韩家老三啊，现在稳重的很，事业也做得很好。我跟你韩伯父都商量好了，你们就是去见个面，见过面之后啊，就把婚事给定下来。啊，这是通知，不是商量。所以说，你们大晚上的过来找我，就是为了给我包办婚事的。什么叫包办婚事？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一个女孩子家家，整天泡在公司里，像什么样子？成何体统？哎呀，若曦啊，你爸也是为你好，女人呀，终归是要回归家庭的。归宿？你们眼里的归宿，就是把我打包送给一个陌生人。人家韩家家世雄厚，跟我们严家门当户对。人家老三啊，现在也收了心了，哪一点配不上你？反正我不去，我自己的婚事我自己做主。自己做主？那你倒是去找啊！你要是能找来让我们都满意的男朋友，我们至于这样帮你安排吗？我能。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1个月之后，要是你不能找来让我和你妈都满意的男朋友，我就联合公司董事会解除你融创公司总裁的职务。说到做到。宝贝女儿，下班了吗？今天累不累？吃晚饭了没？少在外面吃外卖，让小凡多给你做饭。你都这么大了，男人要有担当，学会照顾人。我也很辛苦啊，怎么就没人问我吃了没？早点认清自己的家庭地位，对你有好处。这才像一家人吗？男朋友，上次帮你假扮女朋友，这次该你了。强哥，喝什么了？一大早这么滋补？最近有点上火，我妈说要煲汤给我喝。咋了？有事啊？昨天都忘了找你八卦正事。你跟严总到底什么关系？他算是朋友。朋友？拉倒吧！你们要是朋友，你能不知道他要过来当总裁？看昨天开会给你吓，跟鹌鹑似的。不会是严总一眼就看中了你这张小白脸，这才说得通啊！我去，有道理啊！又升职又加薪的，他不会真的是想包养我吧？被我说中了。哎呦，你小子，这软饭真让你给吃上了！我去你，瞎子！哦，严女魔头，严总下手这么黑，看来这软饭是谁都没吃。就滚！我去上个厕所啊！进。Oh baby。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感觉有点燥热的？我妈给我的汤里没放什么奇怪的东西吧？好看吗？报告严总，我什么都没看见。是吗？想摸吗？不行，严总，我真没那个意思。谅你也不敢说正事儿。上次帮你假扮女朋友，解了你的燃眉之急，现在该你还我这个人情。啊？还什么？他不会真的要包养我吧？我要你做我男朋友。
啥？我要你做我男朋友。啥？你男女朋友？假扮的？严总，你玩真的？怎么不愿意啊？我当然不愿意了。你爸是严董事长吧？我要是答应了，说不定哪天被他老人家发现了，那不得嘎了我陈虎虎江啊！电视剧看多了吧你？而且我戏很烂的，分分钟就得被你爸拆穿。严总，我是真办不了。你确定？啊，好吧，既然这样，我也没办法。看看你手机吧。叔叔阿姨，陈凡他不承认我是他女朋友。臭小子，你要死啊！翅膀硬了是不是？混账东西！若曦多好的姑娘，你敢不认？陈凡，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珍惜若曦，我就认若曦当干妹，让她当你小姨，看你以后怎么回家。考虑清楚了吗，陈经理？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但如果我们合作不成功，或者你中途反悔，我也没有义务在你父母面前扮演你的女儿。到那时，我只好在群里面跟大家说，你突然出柜了，我们分手了。我也很遗憾。别，严总，我的钱还不行吗？这么痛快多好呀！正式合作协议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就签字按手印吧。这合同，这些条款，这是卖身契吧？协议履行期间，需按照甲方的合理要求随传随到，包括但不限于拎包、打扫家务、揉肩捶腿。此外，乙方应当进行基础的礼仪学。违者单次罚款10万元。严总，不贴近不牵手，这还叫情侣吗？这他妈的叫合租室友，还是签了不平等条约那种。还有这条，甲方可视情况需要，主动做出适当亲密举动，乙方需予以配合，不得抗拒。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所以陈经理是签还是不签的？我签还不行吗？放心，合作期间我会负责扮演好你女朋友的角色，帮你应对家里面的催婚。除了群里面的互动之外，必要的家庭聚餐我也会出席的。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严若曦在我家里米饭都干了3碗，红烧肉一块都没给我留，还参加家庭聚餐，就是馋我爸做的饭吧？好了好了，大老爷们儿的，签都签了，还纠结啥？要是没有意见，走啊，去哪儿啊？我还没下班呢。晚上见个客，带你见见大事。现在先带你去置办几身行头，给你形象管理管理。不用，严总，我这不是有西装吗？就你那破西装能穿吗？还是说要我在群里面问问叔叔阿姨的意见？走，马上走。
对呀，太邪门了！今天我到底怎么了？妈，你今天早上给我喝的汤里头都放了什么东西啊？我们陈家祖传秘方至尊十全大补汤，你就得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好好跟若曦那孩子相处，让赶紧给我弄个大胖孙子回来。记住，喝了这汤就千万别碰酒哈，一喝酒劲儿就散了。十全大补汤，我说今天咋那么不对劲儿呢？你杵那儿修仙呢？上床。啊，来了。老妈说一碰酒药劲就该散了，必须找机会喝点酒，把这破药劲给散掉。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发烧了？别碰我！严总，鞋里不是写了吗？不能贴贴，不能贴贴。他在躲我。陈凡，你躲什么？你，没躲呀。没躲？那你坐过来点儿。没事，严总，这车里边热，我贴着玻璃坐凉快。我说让你坐过来点儿。还是别了吧，严总。男女有别，保持距离对您有好处。别人都恨不得往我身边凑呢，他倒好，跟我玩起男女授受不亲了。我偏要你坐过来的。他心跳怎么跳得那么快？晕了！喂，陈凡，醒醒！你醒醒！严总，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有个小孩冲了出来，您没事吧？没事，开车吧。过去了，过去了。欢迎光临，我们新到一批意大利手工缝制的当季新品，你要不要看一下？给他挑选一下。好的，这边请。我去，88000！严总，算了算了，我这不吃不喝一年我也买不下来啊。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今天姐买单。按他的尺寸，拿几套正式的、休闲的搭配好了过来。好的，严总。去，这套换上试试。严总，这太贵了，真不用。换，马上换。严总，我换好了。陈凡，长得有这么帅吗？严总，怎么样？还行吧？马马虎虎，总算能看。哈，都多大人了，礼带都不会系。糟了，太近了，药效又要上头了。好了，严总，这个协议上写了，不能贴贴，不能贴贴。谁给你贴贴啊？再去试试其他几套。啊，好。
严总，人呢？让他破费这么多，我要不要也意思意思回个礼？这裙子6位数，拿条丝巾得。2万，一条破布抵我半年房租，这么贵，抢钱啊！算了算了，2万就2万了。哟，老头是谁呀？这不是咱老同学陈凡吗？侯凯，好久不见啊！你们啊，现在不好好读书，以后都得来我家厂子打工。侯凯，我喜欢的是陈凡，你别再烦我了。侯凯学长，听说你和金融系的陈帆以前是同学，能推一下他的微信吗？该死的陈凡，当年回墙都叫我墙角，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是老天有眼。看看你现在这副穷酸样，可不是好久不见吗？怎么陈大学霸也来这种地方？哦，给女朋友买礼物啊，2万的丝巾。我记得当年你在学校里家境好像不咋地吧？买了几个？海哥，这条丝巾好看，人家也想要嘛。服务员，把这条丝巾给我包起来。这……哎，侯凯，买东西讲究个先来后到，这条丝巾是我先看上的，你们再挑点别的呗。是，先来后到。陈凡，出了社会，谁还跟你讲这个呀？服务员，听好了，把这一排丝巾都给我包起来。哎，包括他手里那条，少一条我都不买。今天这条丝巾我还非要。哎呀，侯总，是您呀，欢迎欢迎！您能来我们店，真是蓬荜生辉。哎，店长，这条丝巾是我先看上的。这位先生，我们店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款式，你要不再看看呢？哎，侯总大气，这一排丝巾我马上让人给您包起来。会办事，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陈凡，真不怪我说你，出了学校你就应该认清现实。我听说你现在还是个苦哈哈的金融销售，那算个球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实力。昨晚我刚跟融创集团的严总吃饭，我们侯氏子公司即将得到荣氏集团的巨额注资，下一步就是等着上市了。就这种店，别说这一排，我今天心情好，把整个店包下来都没问题。跟我争，够格吗？侯总失敬失敬，您稍等，我亲自给您打包。哎，吵什么吵？陈凡，让你试衣服，你跑女装区来干什么？我去，美女，95分以上的美女！我操，陈凡这小子女朋友居然这么漂亮，这比当年那些校花系的校花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凭什么好事全让他给占了？陈凡，原来今天是给女朋友挑礼物啊！该说不说，你这小子别的本事没有，这找女朋友的目光倒是挺独到。他是谁？美女，跟着这个穷销售有什么钱？一个月挣个3瓜2枣够花吗？认识一下，侯氏子公司总经理侯凯，咱们交个朋友。今天你想买什么，随便挑，就当我跟你的见面。
暴发户当众用钱砸人的事，电视剧都不这样演，没想到现实生活里还有。侯总，你刚才不是说你前2天刚跟融创的严总吃过饭吗？严氏集团要给你们什么猴子公司注资的吗？侯氏？哦，听小芳提过，这种级别的初步接触还轮不着我亲自出。你胡说什么呢？装模作样。喂，小芳，是我，查一下投资部近期有没有和侯氏子公司接触的项目。好的，严总，请稍等。严总，查到了，昨天他们确实提交了一份融资计划书，但初审评级为 C 级的高风险，列入暂缓名单。报告下午刚送到您的办公室。通知投资部，这个项目永久终止。另外，以集团的名义发函，声明融创未来不会与任何存在诚信疑虑或经营者品行有问题的侯氏子关联的公司合作。明白，严总，马上处理。你这个混账东西，在外边惹了谁了？融创集团总裁办直接来函，永久终止合作，还说我们负责人品行不端。公司刚交给你2天，你就给我乱惹祸，老子扒了你的皮！你女朋友是严氏集团总裁严若曦。陈凡，让你试衣服跑女装区来干什么？那个，合肥那么多，我想送你个回礼的，就是这条，送给你。还行，眼光不算太差，把刚才试的衣服都包起来。这条丝巾，他姐。陈凡，老同学，陈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求求你在严总面前说说我好话吧。我爸会打死我的，我爸他刚把公司给我呀。老同学，下次一定啊。衣服买完了，正事别忘了。看看这个，待会儿我们要见的是智竹资本的董事林红月。我们2家合作多年，下个月协议到期，今晚的目的争取续约。严总，那一会儿要喝酒吗？什么？没什么。老妈熬的，那到底是什么邪门的汤药啊？怎么还带阵发性呢？一会儿热，一会儿更热的。不行，待会儿见客户，真得找机会多喝2杯，必须把药效散掉。严总，听说您刚从国外回来不久，我让厨房准备了这几道融合菜，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来，我敬您一杯。林总有心了，谢谢。林总，近年来我们2家合作非常愉快，成果也是有目共睹，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关系可以继续稳固延续下去。严总说的是，不过我们最近手上有几个大的项目在啃，资金精力都有些吃紧，合作的事咱们可以从长计议。来，今天难得一聚，咱们呢也不要老说这种扫兴的公事。这酒呢是我珍藏的，严总你也别只顾着工作，好好品品。来，林总，久仰大名，我也敬你一杯。林总，我也敬您一杯。严总，别闹。你坐。刚进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发信息，千叮万嘱说你今天绝对不能碰酒，一滴都不行，否则不出大事。你身体不行，你早说呀！谁身体不行了？严总，你别听我妈乱说，我正好呢，我就喝一杯，就一杯。不行，严总，这位是你们挺熟络呀？这位啊
是我们销售部新任的经理陈凡。哟，融创还有这么帅气的经理呢，可惜呀，认识的晚了。小帅哥，来，姐姐敬你一杯。哎呦，林总，您太客气了，那也应该是我敬您才对呀。林总，他酒量真的不行，一杯就倒，这杯我替他敬你。林总，我2杯酒敬你1杯，感谢你今天的款待和一直以来的支持。好，严总爽快。你们2个愣着干嘛？学学人家严总多爽快，喝呀！来，严总，我们敬您。来，合着就你们干来干去，不让我喝是吧？林总，再敬你一杯，来。这位不是这样。我去，咋长那么高了？哎，不行不行，别长了，兄弟！陈凡，你清醒点，不要犯错呀！林总，我敬你。我要受不了了！怎么了？林总，刚才我们严总已经喝了不少了，再喝就该伤身体了。接下来的酒由我替他喝。嗨，刚才我滴酒未沾，是我不懂事儿了，我自罚1瓶，先干为敬。林总，我和您一见如故，我敬您1瓶，先干为敬。沈法院，你疯了！别喝了，你快停下！这傻子，不会是为了给我挡酒才这么拼命吧？哎，好酒，这酒入口有股黑醋栗和果香啊，醒的还不错，就是回味有点短，但是整体平衡的不错啊，爽。陈经理懂酒啊，略懂一点儿。我爸以前弄过点家酒，是做过酒水的生意啊，从小就惯着我盛，这真的假的喝多了，我这舌头也就练出来了。行家呀，严总，你手下藏龙卧虎。陈经理，你这个酒友我交定了。哎呀，林总，您太客气了，您是我们融创的重要合作伙伴，以后机会有的是。那就，严总，预祝我们继续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林总，别走啊！再开一瓶，我还能喝呢。林总，咱们这份续约合同，您看，您是签还是不签？签了以后，咱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那是路灯杆，别丢人现眼啊！走上车。不是，走，我这合同还没签呢，我走。哎呀，去旁边便利店买2瓶矿泉水。好的，严总。热呀，好热呀！空调是不是坏了？别乱动，把衣服穿好。干嘛呀你？长得真好看，那么美，
说你朋友就好了。你是想让我当你女朋友？我当然想。你比我们公司那个严若曦强多了。那个叫严若曦的，他怎么了？啥呀？他一点都不温柔，整天板着个脸，逼着欠他几百万似的。见到我妈就装的可甜了。阿姨，一到公司就冷冰冰的，女魔头资本家，这就会压榨。你好好看看，我是谁？我知道了，你是我老婆，对吧？哎，老婆，咱们啥时候结的婚呢？你怎么没通知我呢？啊，你怎么不通知我一下呢？啊，去死吧你！严总，你别喝了，我来，你交给我，我替你喝。傻子，这傻子虽然又怂又气人，但关键时候还算挺靠得住的嘛。我在想什么呢？疯了！吃饭！堂哥，都快中午了，你人呢？全公司都传开了，昨晚严总单独带你去见大客户，现在公司群里都炸锅了，你跟严总到底什么关系？他这是在哪儿啊？换上，10分钟后出门上班。啊！严总，昨天晚上我可是立了大功啊！要不是我把林总给喝服了，这续约合同能签得这么快吗？你是不是还有点表示啊？奖金会算在绩效里。就奖金啊！我为了公司，为了你，豁出半条命去拼酒，结果你今天对我还是这么冷冰冰的。哎呀，这真是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你还好意思说？昨晚上是谁醉得跟野猪一样乱撒酒疯，抱着路灯杆叫林总，还折腾了我一晚上。折腾一晚上？严总和陈经理折腾了一个晚上。哎，听说了没？下午严总和陈经理前后脚进公司，绝对有情况。不能吧？严总那是冰山女王啊，家世显赫，能看上咱们这儿的人？
怎么不可能？严总一来，陈凡是不是就跟坐了火箭一样，快速升2级？这里没有特殊照顾的话，谁信？说的也是。陈凡这小子真攀上高枝了，不行，我得赶紧补救，必须表忠心。都不上班了是吧？啊，一天天的正事不干，就知道在这儿叭叭叭，房贷不用还了，老婆孩子不用养了，都给我干活！董事长，外边传来了一些消息，是关于大小姐的。好，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这才几天，都找到男朋友了，还是手底下的员工。哼，小丫头片子，跟我耍花样啊！找个员工来演戏，觉得你爸是好糊弄的。回来吧，有事。若曦啊，爸爸听说你和公司一个新提拔的经理走得很近，你跟爸爸说实话，是不是谈恋爱了？怎么了？不是你让我找男朋友吗？我现在找到了，他很好，我很喜欢。很喜欢？这才过了几天啊，你眼高于顶的性子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告诉我，你短短几天就爱上了公司手底下的一个员工？可惜啊，你别演戏了，你根本就是随便找个人来跟爸爸演戏，对不对？怎么可能啊，爸？你要是不相信，那过段时间我把他带回家里面，让你亲眼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先拖段时间，慢慢调教陈凡，就稳了。哈哈哈，好啊，带回家好啊，那择日不如撞日，就明天吧。什么？明天？怎么有问题？该不会是带不出手吧？没问题，明天就明天。他来真的。严总，来我办公室，现在。这又是哪一头啊？哎，怎么了，严总？陈凡，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带你见我爸妈。什么？见你爸妈？不是，什么时候？明天？不是，严总，你这也太快了吧！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而且一开始你也没说过这么快就要打终极 BOSS， 能不能再等一等啊？不能。不是的，严总，你爸严董事长啊，我就是一个小虾米，而且我都没准备过，到时候肯定得穿帮了呀。所以你去还是不去啊？我不去，风险太大了。你让他再等一等吧，啊！好，这个是你说的。喂，叔叔阿姨，陈凡他说他不要我了，要跟我分手。我操！颜若曦，你还来！陈凡，我告诉你啊，要敢跟若曦分手，我就没你这个儿子！等老子出差回来，我打断你的腿！我妈的把我踢出群了。所以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我去还不行吗？严姑奶奶，你能不能在群里帮我解释清楚啊？不然我真的就回不去家了。
这还差不多。这是我给你写的剧本，从我们相恋到同居的所有细节都在里面，还有我爸妈的喜好，回去把它记熟了，没问题吧？没问题。你个臭小子，你总算知道回来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欺负人家若曦了？这么好的闺女，你凭什么跟人家分手啊？就是啊，我看你就是皮痒了。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看，这孩子怎么跟丢了魂似的？骂他也没反应。哎，不会是傻了吧？儿子，我的个亲娘嘞！你救救妈妈的好大儿吧！不是你儿子我要分手，是若曦的明天让我去他家见他爸妈呀！哎呀，见家长好呀！证明人家女孩她认真呐，她想跟你把这事定下来，哭丧个脸干嘛呀？操个屁呀！妈，他爸是严氏集团的董事长，人家一见到我只会觉得你儿子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到时候就不是分手那么简单了，我工作都该没了呀！这没出息的东西！董事长怎么了？董事长也是人，怎么的？他能吃了你不成啊？就是啊，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个公司董事长吗？你怕个毛啊！别怕，妈一会儿就给你拿出个好东西，保证明天让你在亲家面前能够抬起头来。等着啊！好东西？啥好东西啊？该不会是把家里的存折、银行卡都拿出来了吧？妈，就咱们家那点家底儿，就别在人家董事长面前炫了，还不够自取其辱呢。当，妈，你不该不会就让我拿着盒杏仁酥去见老丈人吧？我们还不如空着手呢，真够寒碜的。认你个头啊！这么讲事。儿子，这万一明天亲家那边气势太强大，或者说没瞧上你，你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保证给你干净。什么情况？老妈怎么这么有底气？难不成其实我是个隐藏的富二代？啥？这是什么啊？就知道你不懂，这个是家族的信物。哎呀，你别管了，到那儿见了亲家，直接甩桌上就完事了。哎，对，就是。以后呢，你要是遇上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无论大事或者小事，只要打上面的电话，保证有人帮你搞定。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族杀族，我们老陈家不是三代单传吗？有个毛的家族啊！这是啥呀？这是。到了。严总，我这腿有点软了，休息点，按资料来就行。你手上拿的是我爸最爱喝的茶，顶级的狮峰龙井茶，他肯定喜欢。还有这些燕窝和酒，都是搭配上来的。别那么紧张，按剧本来就行，表情自然点。伯父伯母好，初次拜访。听若曦说伯父好茶，
特意给您备了点狮翁龙井，还有给伯母的燕窝，希望您二位能够喜欢。有心了。人来就好了嘛，还带这么多礼物干嘛呀？快请进，快请进。哎，小陈，听若曦说你是海归金融名校毕业的，果然是一表人才，气质很不错嘛。伯母您过奖了。动作僵硬，眼神发虚，哪儿找的演员啊？这身行头，怕是若曦那丫头临时给他置办的吧？这茶确实不错，不过据我所知，这茶现在市面上配额很少啊。这茶该不会是你从家里库房找出来，让小陈提上门的吧？哈哈哈哈哈！啊，我就开个玩笑。哈哈，小陈，你别介意啊。不过我很好奇，这茶你是从哪儿买的？渠道很厉害啊！啊，伯父，您真是个行家呀！我本家有一个叔叔是做茶叶生意的，我特地托他邮了点今年的雨前精品给我。还好我功课做得足。爸，陈凡一片心意，要不我去给你们把茶泡上，让你们尝尝。不急不急，会做。小陈儿第一次到家里来，炒几个拿手菜。哎，也让若曦呢去厨房啊，帮你打打下手，学一学。爸，我在这儿陪你们一起说说话呗。啊，让你去你就去嘛，正好呀，妈有事跟你说说。是跟着来。严总，别走啊！救命啊！我一个人扛不住啊！送的茶，说的话，全都精准踩在我的喜好上。若曦那丫头为了演戏，还真下足了本钱，把你包装的无懈可击。可惜啊，演戏就是演戏，我倒要看看，没了若曦在旁边打圆场，你这场戏能唱到什么时候？小陈啊，刚才听你说，你叔叔是做茶叶生意的，那想必你对茶道也很有研究喽？伯父，您过奖了，研究不敢说，就是从小跟家里的长辈们耳濡目染，略懂一点皮毛。皮毛也好，正好啊，叔叔这儿也有点私藏的好茶，刚泡好，咱们一起来品品。我操，怎么不按剧本来啊？颜若曦也没说要靠品茶呀。这可是我花了10几万从老茶友手里求来的武夷状元红，一年产量就那么几斤，今天算是便宜你了。来，尝尝伯父的茶和你叔叔的比起来如何？谢谢伯父。等会儿，这味道怎么有点熟悉？我好像在哪喝过。这茶的味道，哎，儿子，尝尝这个，可香，武夷山的状元红，正好和你年纪一样。哎，慢点。呸呸，好苦！老爸，你骗人，一点都不好喝。小陈，品出什么门道了？这茶入口爽滑深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7年陈的武夷山大红袍状元红。不仅喝出了品种，竟然一口就喝出了具体年份，这可不是靠死记硬背资料就能蒙出来的。小陈不错，说的是一点不差。不过说来呢，这茶道和书画自古是不分家的，那想必小陈在书画鉴赏方面也有独到的眼光。伯父这儿呢也珍藏了一幅画，你也是行家，这样你来帮伯父鉴赏一下。
什么？咋还有书画呢？若曦，你的资料里也没写这个呀！救命啊！小陈，请吧。哎，若曦，散播好了吗？发什么呆呢你？好了好了，外面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爸那千年老狐狸，陈凡连撑过3分钟都算超常发挥了，该不会已经露馅了吧？小陈啊，就是这幅画啊，我收藏有些年了，你帮我看看。说道说道。哎，这画这马的样子，我怎么感觉这么眼熟啊？老爸，你又把垃圾给带回家了，我妈知道了，肯定又得揍你。你懂啥呀？这是艺术，那就老值钱了，几十克呢。几十块钱。小时候家里的地摊货是长得和严总这幅一样，可让我说，我也说不出什么门道来呀。怎么样，小陈，有何高见啊？高见？我哪有什么高见呢？但非要让我说的话，这幅画比起小时候见的那幅马蹄子感觉不太一样，笔墨感觉也有点差异，旁边的几行字好像也少了几行。小陈，没关系的，看出什么就直说嘛。书画鉴赏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哼，小子装不下去了吧？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招了，瞎扯就瞎扯吧。伯父啊，这画真好看，栩栩如生啊！比我家里挂的那幅强多了。哦，听小陈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家的这幅是假的？伯父，您误会了，我真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家那幅才是假的，您这个一看就是真的。那你倒是说说，你家的那幅假的和我这幅真的有什么区别啊？就从这个马说吧，我家那幅假画，这马蹄子上面这个关节画得更自然，您这幅呢有些模糊，还有这个马头，我家那个眼神更传神。您这个有些失真了，还有这字，您这幅画好像也是少了几个。我在说什么呀？怎么感觉是越描越黑了呀？怎么听起来像是在说严董这画是假的似的？马蹄关节，马的眼神，还有提拔多出来的字，这怎么可能？哎呀，严总，不瞒您说呀，老夫仿的徐大师这个马颈图啊，还有几处不足啊。哎，你看这个马蹄的关节，还有马的眼神都差点意思。还有这个提拔，马画大了，没地方写了。这个是惭愧呀！这小子难道真的见过徐大师画卷图的真迹？那些细节竟然全都能对得上，这小子背后到底是什么家庭？这凡，你说的那幅画现在在哪儿啊？好像是送人了。那种地摊货估计不是扔了就是送人了吧？送人了？那么珍贵的徐大师的真迹，送人了？不，您别激动啊！我。小陈，这是啊，这个是我爸妈硬塞给我的，说是我们的家族信物，非要让我带在身上。山水集团称霸帝都，辐射全球，40万亿的商业巨鳄。完了，伯父这表情这么吓人，我果然是露馅了吧？我还是好好解释一下吧。伯父，您听我解释啊。我真不是有意骗您的，我和若曦，我们其实都是被逼的。不是，山水集团的最高级别信物，这种陈氏嫡系才可能持有。陈凡，姓陈，真的是那个陈家的后人，早就应该想到的。一口品出7连状元红，这哪是普通家庭能培养出的见识？完了，
陈凡这个笨蛋肯定说漏嘴，话里表情绝对是拆穿了。爸，我好，好孩子，真是好孩子。若曦，你过来。哦，闺女啊，你听好了，你呀在公司当领导习惯了，脾气倔，不服软，什么事儿啊都得别人顺着你。以后啊，你可不能随便欺负小陈，明白了吗？我欺负他？爸，你说什么呢？小陈，放心，他以后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啊，你告诉我，伯父给你撑腰。哎，谢谢伯父，有伯父给我撑腰，我就啥都不怕了。小陈呀，这燕窝和阿胶是给你妈妈的，这2瓶茅台呀是给你爸爸的，就说是我跟老严的一点心意。哎呦，谢谢伯母，伯母，您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下次我还能来蹭饭吗？当然可以。来，随时欢迎，把这儿啊当成自己的家。若曦啊，你记住了，小陈要来，随时欢迎，不许摆架子。小陈啊，记住伯父的话，若曦要是敢欺负你啊，随时告诉伯父伯母，我们给你撑腰。我对谁才是？哎，再见，伯母。陈凡，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跟我爸说了什么？我不造啊，严总，我就按照你给的剧本，背了几句，喝了口茶，看了幅画，然后你爸就突然激动起来了。就这些？对啊，这转变也太快了吧！我爸装的，我刚才在饭桌上吃饭时的表现又不像啊。来，哎，小陈吃大鸡腿，来，哎。可如果爸妈真的打心底接受了陈凡，把他当成了未来女婿，还有陈凡的爸妈、叔叔阿姨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疼，要是知道这一切都是演戏，该多伤心啊！严总，你没事吧？没事儿，我就是觉得我爸妈好像真的挺喜欢你的。那必须的呀！我陈凡人见人爱，车见车爆胎。少贫嘴！我是说，如果我们2个不是演的，而是真的，好像也挺不错的。我的意思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我爸妈那边催婚压力没了，你爸妈那边也有交代了。我这是单纯的理性分享。有道理。不过严总，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想得美，想得美！谁要跟你求婚？三少，刚打听到的消息，严家大小姐好像真的有男朋友了，严董好像还很满意。谁呀？听说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员工，好像叫什么陈凡。陈凡？没听说过，什么来头啊？查过了，就是个普通金融销售，最近刚被严董提拔成经理。就这？没想到啊，他们严家如此不重视我们韩家，宁愿拿个小白脸当女婿。我韩子轩看上了女人，就没有我得不到。况且和严家的婚事，我爸早就跟这个严百川心照不宣，怎么忽然半路就杀出个程咬金？去，给我好好安排，我要让这个什么陈凡身败名裂。是三少。还有，我们公司下周刚好和融创的严氏要谈个合作，你想想办法，好好安排一下。明白，三少。
王哥，你这升职升的，火箭都没你快。严总正式接掌集团大权，就把你调身边，你还说你没走后门？走了，总裁助理。你滚蛋！哎，王阿姨，不好意思啊，我儿子要结婚，着急用钱，就把你那套房子给卖了。新房主今天过去就要收房了，今天看着搬一下吧，违约金我按合同双倍赔你。什么？今天就搬？不是，王阿姨，你这么突然，那我现在上哪找房子去啊？对不起，主持人，我也没办法啊，就这样啊，你抓紧。哎，今天就搬？我东西这么多，现在找房子根本就来不及啊！这天要亡我呀！这是。怎么，刚给你升的职就黑这个脸？严总，我家房子被房东给卖了，让我今天就搬走，我现在无家可归了。这么惨？啊，严总，你看啊，你家房子那么大，要不让我借住2天？哎，我保证，找到房子立刻搬，哪怕是睡沙发也可以啊。想来我家借住？我保证规规矩矩的。想得美！你现在可是总裁特助，工资翻倍，自己租酒店去。别呀，严总，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严总。哎呀！严总，陈先生，董事长吩咐我来接2位去云顶院。去云顶院？去干什么？严董已为2位准备好了住所，方便2位共同生活与工作。什么？我岳父连这都准备好了？快来呀，若曦，愣着干嘛呢？快上车呀！喂，等等，你别拉我呀！严总，这也太夸张了吧？这得多少钱1个月啊？我怎么知道？2楼客房是你的，这边主卧是我的。明白，保证不越价。严总，严总，你没事吧？严总，你没事吧？严总，你害怕打雷啊？谁害怕？你出去。在这陪你待会儿，等雷响了再出去。随你。喂，春帆。啊，严总。季少娘，你上来。什么？让你上来就上来，想感冒了耽误明天工作吗？这不好。哪来这么多废话？让你上来就上。真上。要命！这比被雷劈还紧张啊！我到底在干嘛？疯了，这是！
严总，你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一声啊？我都差点迟到了。你是3岁小孩嘛，起床还要人叫。准备一下，10点半和韩氏集团韩总有。严总，陈助理，韩氏那边的人已经到了。另外，这是韩氏那边刚刚同步过来的一份补充资料。陈凡，这个会你照常参加，但无论听到什么都要保持冷静。明白。文件我看了，没什么问题。不过呢，在谈合作细节之前，韩总，还是有件事需要您先处理一下，毕竟关乎我们双方合作的信任基础。韩总，请讲。我呢，也是无意中发现，贵司似乎存在不太合规的内部操作呀。这位陈凡是吧？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客户的意向资金，虽然那数额不算巨大，但是性质恶劣呀。我挪用资金？韩总，你说这话得讲证据吧？证据当然有了，转账记录、时间点、关联账户都在上面啊。严总，你也知道，我们那是不可能和一个有着污点员工还担任要职的公司合作的，所以，严总，按照公司规定，涉及资金问题的嫌疑员工是要暂时停职的，如果查明是真，那可是要报警的。说的对，规矩就是规矩。袁总，您看，韩子轩，你今天是来谈合作的，你我愿意暂时停职，配合调查。严总英明啊！我们呢也希望严总能尽快给我司一个交代，合作的大门还暂时为融创。走了。小子，有些位置不是你能坐的，有些女人也不是你能碰的。哦，我说你咋这么针对我呢？原来之前上门向若曦提亲的韩老三就是你啊！小白脸，死到临头你还在嘴硬，你也就能耍耍嘴上的威风，看还能笑多久？小娟，我那几天外出见客户的行踪，特别是时间点，得想办法证明。兄弟，这怎么证明？好多客户都很忙，行踪不定的，而且就算找到他们了，他们也未必愿意作证。不一定是找客户。那几天我跑了好几个地方，好像，就是这个咖啡馆。那天我正好在这摸了一下午的鱼，有消费记录，应该有监控。这是突破口啊！另外，那个刘同今天在会议室的那副德行，我怀疑他是拿了不该拿的钱。你说刘主管他？查一查他最近的银行流水。你表哥不是在银行工作吗？就从这个地方下手。好，王哥，包在我身上，陷害我兄弟，不能忍。咖啡馆老板搞定了，答应明天给我们看监控备份。我表哥那边也在查了，明天也能有结果。谢了，兄弟，千万小心。韩子轩、刘同想玩阴的，也得把功课做足啊。严总，调查结果怎么样了呀？我们韩氏可是很有诚意合作的。正在核查，
韩总未免也太心急了吧？哎，不是我心急啊，是商机不等人呐。严总，如果是因为个别人的问题影响了我们两大集团之间的合作，未免也太遗憾了。严总，当断则断呐。大哥，监控拿到了，时间清清楚楚。我表哥也把刘同最近一大笔不明收入的流水打了出来，汇款方是空壳公司，直查 IP 韩氏那边有关联。正好，走，给韩总送份大礼。行了，既然调查还没有结果，那我们明天还来。哎，韩总，就走了，再多留一会儿呗，我请您喝杯咖啡呀。陈凡，你一个被停职调查的人，有什么资格说话呀？闪开！资格？有人费尽心机的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这个当事人总得有一份自证清白的资格吧？严总，各位，耽误大家几分钟。严总，这就是贵公司的管理吗？一个被停职调查的人，能随便闯入如此重要的会议吗？上他说，我也想知道这件事还有什么其他版本。这个是韩总提供的转账证据，时间呢锁定在了周四下午。巧了，那一天我刚好在咖啡馆。这个是监控，时间精确到秒。韩总，你说你伪造证据之前，难道就不提前找人调查一下吗？你这个造假的成本也太低了吧！一份监控能说明什么？说不定是你提前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故意造假的。哎呦，那我得多未卜先知啊，我才能预知到您韩大少爷会拿着一份伪造的记录来发难。哎呀，韩总，您这个逻辑是跟门口的石狮子学的吗？硬拗啊！你还有这个，韩总，在您大驾光临之前，我们公司的刘主管的账户里突然进了一笔50万的款，付款方叫新荣咨询，是一家空壳公司。更巧的是，这家空壳公司的注册 IP 和活动轨迹和韩氏集团旗下的子公司高度重合。韩总，您这么关心我们融创的内部问题，甚至是主动提供线索，该不会买通我们公司内部员工伪造证据，企图栽赃陷害的赃款就是你们韩氏出的吧？你胡说八道！你敢污蔑我，严总，你就任由他在这血口喷人吗？我污蔑？韩子轩，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脑子里除了阴谋诡计、仗势欺人之外，就没点真东西了？哼，用刘同这种货色当枪使，用漏洞百出的假证据就想扳倒我？韩总，就您这点段位，也太低级了吧！算了，难听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你，够了，韩总，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刘同，你被开除了，公司会立刻报警，并追究法律责任。至于韩氏，基于贵公司此次极不光彩的恶意竞争和诬陷行为，我宣布，融创将暂时终止与韩氏的一切合作洽谈，并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现在，请你们离开。好啊，严若曦、陈凡，你们给我等着，今天这事儿没完。你这反应还挺快的，没过2天就搞定了。哎呀，
没办法，主要是对手太弱了，他没啥脑子。还有那个刘同，用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陷害，那简直就是对我智商的侮辱啊！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不过这次确实做得漂亮，有勇有谋。但这次之后，恐怕麻烦就惹大了。韩子轩睚眦必报，今天你让他当众那么难堪，他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集团最近核心推荐的战略转型，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拿下下周拍卖的江北新区 C 区地块。你的意思是怕韩氏会来报复？不止韩氏，以他的性格，他可能会串联其他人一起抬价，逼迫我们出局。这次拍卖会估计不会太轻松。没事，到时候我陪你去。再不行，我一会儿偷偷的去他们公司，我叫他发财树。你呀你！颜若曦和那个姓陈的杂碎，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尽脸面。韩少，消消气，严家那丫头确实越来越不把老一辈放眼里了。不过这仇你是想转不？之前严氏就和我们提过，想和我们合资竞拍江北 C7的那块地，看来这块地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啊。王叔，不如你我二人合力把价格给抬高，抬到一个他们承担不起的位置啊！抬价那可是真金白银，我凭什么为了给你出气花冤枉钱？王叔，他们严家要是拿不下这块地，可就废了一半了。之前他们往这个项目里投入的资源，还有和周边商户的合作，都会出现缺口啊！我跟您保证，我们韩家会全力支持您接手这些缺口，到时候能赚不少呢。听着有点意思，不过光我们两家火力可能还不够。这个您放心，我已经联系了广厦的李总和兴华的赵总，他们对给严家添堵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咱们就好好给严若曦上一课，让他知道这商场可不是过家家的地方。严总，综合评估过了，如果竞拍价格超过我们预设的警戒线15%，资金周转就会非常困难，会影响到其他正在进行的项目。知道了。在看什么呢？啊，没啥，学习学习拍卖规则，看看能不能帮你赚点钱。做好心理准备，接下来会是一场硬仗。哎呀，出事儿！孩子他爹，你快过来！出事了！啊，出什么事了？这孩子把他的手办都给卖了，你看。啊？那臭小子把自己手办都卖了？啊？那臭小子把自己手办都卖了？哎呀，完了！这孩子肯定是遇上天大的难处了呀！他不是遇到难处了，是想替别人扛难处。这小子长大了，有担当。孩子有孩子们路要走，咱们有咱们的桥要搭，是时候给他一些帮助了。你这表情怎么跟上刑场似的？放轻松。你倒是心大，怎么准备了秘密武器？秘密武器？没有啊，对付那没脑子的要什么秘密武器？贫嘴。严总，
哎呀，严总，真巧啊。哎，严总，现在贵公司这么落魄了吗？连个像样的商业顾问都请不起了，还是说这是严总您的爱好呀？去哪儿都喜欢带着个小白脸撑场面。韩少过奖了，我听说前2天有关部门刚去了你们韩氏光顾，我也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我还以为你进去了呢。好啊，好得很，你们现在就笑，我看你们一会儿能不能笑得出来。我知道你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那块地吗？但是王叔、李总、赵总还有我都觉得那块地的风水非常不错，也都很感兴趣。这么热闹，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精彩戏码？严总，又见面了。韩三少，兴致不错啊，带这么漂亮的女士来谈生意。哦，这位就是那部电影《浮生梦》的女2号吧？听说张导很欣赏你，晚上连续给你加了好几场戏呢。林总，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夸韩少你眼光好，会挑女伴儿。张导呀，那可是出了名的眼光高。不过这谈生意可不像挑女伴儿，眼光、格局还有背景都很重要。林董高见，多说无益，我们拍卖会见。走。刚才多谢年总解围，严总客气了，我就是刚巧路过。倒是小陈弟弟，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小陈弟弟，你出身不凡啊！昨天我接电话的时候，都吓了一跳呢。啥？接电话？哦，你不知道啊？你严总好福气呀，真让人羡慕。加油哦，我看好你。谢谢林董。小弟弟，我们回头再聊。林董他什么意思啊？不知道，这可能是喝懵了吧。该不会私下真的平时约着一起喝酒？啥呀？你说啥呢？这咋可能呢？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拍卖开始了，走，先进去，回头我再好好盘。不是，这都啥呀？这林董他就是喝懵了。淡定点，放轻松，我们尽力就行。不是，就是看了前几件拍品的价码，我才反应过来一件事。什么事？就我之前不是一直看着韩子轩那孙子气不过吗？我一上头就把我柜子里那些手办全都挂到转转上给卖了。刚才钱到账了，卖了8万2，好像是有点不太够哈。全卖了？8万2？你爸不是个傻子吧？行了，回头我都给你买回来，别哭丧这个脸。成交！各位来宾，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最受瞩目的拍品——江北新区核心区域C7号地块，起拍价80元起，每次加价不低于1亿元。85亿、90亿、100亿、105亿、110亿、120亿、 150亿。好，他们开始了。 152亿、 160亿、 162亿、 200亿。 200亿，这位先生出价200亿，还有没有更高的？200亿第一次，200亿第二次。没办法，公司账上根本就没那么多钱。
200亿第3次220亿，200亿第3次220亿。林董，您这话什么意思呀？开卖场价高者，韩少不会不懂规矩吧？225亿，230亿。你235亿，260亿，260亿，第1次，260亿，第2次，260亿，第3次。成交，恭喜世族资本林红月女士。没招了，走吧，我们也尽力了。等等，严总，这次什么也没买到，一定很失望吧？你不也没买到吗？让开！哎，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们严氏也买到这块地。现在刚好林红月出来截胡了，我的目的也达成了呀。严总、陈先生，我们林董想邀请2位一步一叙。关于刚刚拍下的 CC 地块，林董有意与严氏集团探讨合作开发的可能。什么？这怎么可能？你们要合作？你是说林红月花了260亿，就为了要跟严氏合作吗？这不可能！你开什么玩笑？韩先生，这是世竹资本与严氏集团的商业决策。林董认为严氏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请不要打扰林董的客人。好的，请带路。您请。哎，陈凡，抱歉抱歉啊，要不我报警吧？陈凡，陈凡，哎呀，坐吧。严总 ，C7地块，我氏族资本可以以成本价51%的开发权益给严氏，具体资金安排可以以低息、长期借款的形式，开发运营全权交由严氏主导。林总，这条件也太优厚了吧！我们严氏受之有愧，您为什么这样帮我们？严总不用有负担，我看好这个项目，更看好严氏的执行力，这不算帮，算是投资。小陈弟弟，回去带我向你爸爸问好。啊？问候我爸？林总，你认识我爸吗？算是吧。具体的协议，明天我会让助理送到贵司。今天晚上你们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陈凡啊，叔叔以前是做生意的，卖过假酒假画也算是做生意吗？我不知道啊。卖假酒假画，还是上次我爸怎么就突然对你另眼相看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哎呀，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呀，严总？我爸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萝卜雕成凤凰，把白菜做出肉味儿。你要是非要让我想的话，可能也许大概我爸是给某些领导做过饭，哎，那个林总可能是某位领导的亲戚啊，他尝过我爸的手艺留下的印象。哎呦，这我哪知道啊！我说严总啊，你就别乱想了，回头问一下我爸不就知道了吗？咱们今天可以说是虎口拔牙，哎，别总纠结我爸了。走走走，我请客庆祝一下，咱们喝2杯压压惊啊！你请客，用你那8万2，行啊，陈助理，今天就让你出出血。你说这林红月，她该不会是想要包养这个？严总，你喝多了吧？这都哪跟哪儿啊？那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是不是给你钱了，还是承诺你什么了？陈凡，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我给你涨工资，你别去找富婆啊。杨若曦，谁家富婆包养人，送几百亿的地婆项目给对象给自己？我不管，反正他就是不能对你有意思。
别人对我有没有意思，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只有一个。谁？你好，赠送您的果啊，您慢用，不好意思打扰了。对，我去趟洗手间。他刚才说什么？喜欢我？他喝多了吧？他是认真的吗？他应该是喝醉了吧？明天我该忘了。明天来和明董那边对接协议细节。对，早上我赶紧把资料整理好。晚安。晚安。应该不是喝多了吧？管他呢，说了就是说了，明天再说。C 期地块的合作虽然解决了战略性的问题，但前期投入和原有项目的资金需要叠加，现金流比想象当中还要紧张。董事会那边已经有意见。老谢，忙着呢，很多脸色啊。二叔，有事？老谢，听说公司的现金流有点吃紧，二叔正好有个门路，能帮集团赚屁快钱。什么门路？我有个老朋友做高端医疗器械跨境贸易，最近接了个东欧的大单，利润极高。但对方要求现金交易，他这一时周转不开，急需150亿的过桥资金。就用1个月，回报率20%，一个月就可以竞争30个亿，20%的月收益，这我知道风险很高，但对方提供了全套的海外仓抵押文件，你看都在这儿。而且我个人可以用我名下子公司的股权做额外的转贸。老谢这可是难得的机会既能缓解现金流压力，又能帮你堵住董事会的嘴啊。二叔，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是集团最后的储备金啊。是，二叔知道你是担心什么，但做生意有时候就是要搏一把。你刚接手集团，更是需要一张漂亮的顺账来树立威信的。世昌，你这老狐狸，演技可以吧？你那好侄女上钩了？快了。压力我已经给他攒足了，幼儿也做得像150亿，那可是严氏最后的牢。等他把这钱打出去1个月后，货物因为文件造假涉嫌走私被海关扣留，
你海派好朋友的公司注销，核查机构破产，这150亿血本无归，严氏股价全面崩盘，供应商挤兑，银行抽贷，他严若曦就算有100张嘴，他也说不清楚呀。到时候，我这个临危受命的二叔自然要站出来收拾残局，联合其他董事罢免他这个决策失误的总裁。严氏就该换主人了。至于韩少你吧，我要让严若曦身败名裂，我要让他跪下来求。还有这个陈凡，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合作愉快，各取所需。合作愉快啊！20%的月回报，这风险太高了，市场哪有这种好事儿？王董，我知道大家的顾虑，但这次机会确实千载难逢了，而且我个人以我名下信昌实业20%的股份做附加担保，我这也是为了集团呢。世昌愿意个人担保，这倒是可以考量。若曦，你觉得呢？我认为，在二叔的担保下和完备风控的措施下，这个方案值得一试，可以快速的回笼资金，解决我们当前的困境。好，现在开始，举手表决。严总，钱汇过去了？希望一切顺利吧。二叔说，对方已经确认收款，货物很快起雨。可是我总觉着……陈凡，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董事会已经决定了，二叔也担保，没什么太大问题。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就是没问题才吓人呢。严总，不好了！刚刚接到通知，我们投资的那批医疗器械在边界海关被扣了，理由是报关文件涉及作假，货物来源不明，可能涉及走私。什么？严总，完了！那家出具核查报告的海外机构被爆出昨天突然申请破产了，我们联系他们了。若曦，我刚得到消息，我的那个朋友的公司注销了，人也联系不上，被骗了。严总，听说集团150亿血本无归，银行刚才来电话问情况了，供应商也都在催款。若曦，若曦，若曦，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我被骗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集团呐。但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稳住局面啊！150亿的损失，现金流断裂，银行一代抽贷，供应商挤兑，严氏就完了呀！严总，这个投资决策是你最终拍板的，现在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必须给董事会、给全体股东一个解释。股价已经开始暴跌了，监管问询函也来了，严总。你的能力让我非常失望。够了，陈凡，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这里大呼小叫？这里是集团高层会议，轮不着你一个助理插嘴。出去！我是严总的特别助理，有权利在严总需要的时候在场。你们一个个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闯进来，都向我登记了吗？啊！都给我滚蛋！走，我们先离开这里。
哟，严总，这是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呀？哦，我听说你们严氏要破产了是吧？这样，你求求我，我可以考虑呢去我们公司给你赏口饭吃。哦，还有你这个小白脸助理，你可以让他去我们公司里扫厕所啊。走，严总，不理他。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谁可以帮帮我们呢？这个是家族的信物，哎呀，你别管了，到那儿见了亲家，直接甩桌上就完事了。就是，以后呢，你要是遇上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无论大事或者小事，只要打上面的电话，保证有人帮你搞定。我。小陈弟弟，回去代我向你爸爸问好。他们这帮人一个个都奇奇怪怪的，整得我真的跟什么世家传人似的。可万一呢？您好，山水集团。喂，你好，我是陈凡。这电话真管用的，可是我爸我妈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陈先生，通过您的来电和初步核实，我们已经启动最高级别响应。您需要调查的事情，目前已经查清严世昌和韩子轩合谋伪造跨境贸易项目，诈骗严氏集团150亿资金，这是初步证据链。果然是这两个王八蛋，他们这是要把严氏和若曦往死里整啊！是的，老爷已经授权，可以立即为严氏提供支持。老爷，小蔡，看来你慢手慢赚的8万2，这真的不够用了。爸，不是，这怎么回事？这地方，爸，你别现在才告诉我他妈原来是个富二代吧？这怎么回事？这地方，爸，你别现在才告诉我他妈原来是个富二代吧？小陈总，山水集团由陈氏家族全资控股，您是老爷和夫人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我？开什么玩笑？那你跟我说说，这个什么山水集团市值有多少？1个亿？10个亿？100亿？1万亿？我去，1万亿！爸，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现在
我要去救若曦，我要把那2个混蛋给送进去，那我该怎么办啊？看来还没有弄忘了正事。秦秘书，小陈总，2个方案已经准备好了。深水集团可以立即向严氏注入首批200亿的应急资金。这是授权文件，让您签字。啊。还有呢？第二，山水集团的全球调查和法务部门已经全面启动，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对涉案资金进行追踪冻结，并对严世昌、韩子轩及其关联方提起跨国诉讼，最晚24小时就会有突破性进展，拿到足以将他们定死的铁证。不够，我要亲自过去，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亲手撕下他们的伪装，我要让若曦看到害他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去吧，记住，你代表的不再只是你自己，该有的气势拿出来。金秘书，你陪他一起去，一切听从他的安排。是，老爷。小陈总，请。楼下全是人，保安要拦不住了。记者也来了，好几家财经媒体。严女士，我们严总行已正式决定，立即收回严氏集团及旗下子公司全部30亿授信额度。严总，我们小本生意，货款不能拖，今天必须给个说法。说法？他能给你什么说法？决策是他拍的板，钱也是他汇的，这150亿就这么打了水漂，公司哪他妈有钱给你说法？股价下跌了40%了，再这么下去，退市都是轻的。哎呀，严总，你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150亿呀，打水漂了。哎，还有你那位忠心耿耿的特别助理呢，不会是知道你们严氏破产跑路了吧？跑了也好。好了，现在吵有什么用？当务之急是稳住局面，保住严氏的牌子。我提议立刻启动破产重组程序，由新的管理层接手，或许还能引入战略投资者，不至于彻底崩盘的。至于若曦啊，最近压力太大，你先休息一段时间吧。总裁的职责，二叔先替你担着啊。你们不能进去，让负责人出来。谁来帮帮我呀？破产重组，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严总，我来晚了。哎呦喂，你这个小白脸，我还以为你跑路了呢。你刚才说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了？你短剧看多了吧你？哎，大家都听听啊，150亿打水漂了。现在严氏的股价崩盘，供应商挤兑，你跟我说没这个必要？陈助理，我知道你人好，但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150亿的窟窿不是靠嘴巴就能填上的。若曦已经够猛了，你就不要再给他添乱了。就是，哪轮得到你一个助理在这大放厥词？保安呢？给我插出去！陈凡，你快走！若曦，你信我吗？150亿，山水集团出。说什么？山水集团？哪个山水集团？小陈总刚才的话，大家可能没太听清。小陈总的意思是，由陈氏家族全资控股，陈远山先生为现任董事长的山水集团。哦，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陈董事的秘书，姓金，大家叫我金米就好。什么？山水集团？你？放屁！你少他妈在这唬人！
就你还山水集团继承人，凭你个小白脸，你当我们大家都是3岁小孩吗？若琳，我知道你想帮若曦，想挽回局面，但冒充山水集团继承人，这可是诈骗，是要坐牢的。你不懂，山水集团这种分量，不是你这种人。山水集团是哪种体量？山水集团总资产规模约1.2万亿，业务涵盖金融、地产、科技、高端制造、跨境投资。这是集团出具的正式授权函、资金承诺函。首笔200亿的应急资金已划入严氏指定账户，各位可随时向银行核实。严总、陈先生，山水集团的资金当然是有优先级的。刚才我说的抽贷，我们可以再议。对，货款不着急，严氏的信誉我们信得过。那个，陈经理啊，不，小陈总，刚才我们也是太着急了，说话失了分寸。对，破产重组的话哪能随便提？你什么时候瞒我这么久？我也是才刚知道的。严世昌先生、韩子轩先生，你们涉嫌重大合同诈骗、伪造金融票证、掏空上市公司资产，涉案金额高达150亿，这是逮捕令，请你们跟我回去配合调查。严世昌先生、韩子轩先生，你们涉嫌重大合同诈骗、伪造金融票证、掏空上市公司资产，涉案金额高达150亿，这是逮捕令，请你们跟我回去配合调查。不可能！我是韩氏集团的继承人，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山水集团，陈远山是你爸，藏得够深呐，小子。我没有藏，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很早就知道。什么？那就是敢欺负我家若曦的人，一个都别想有好下场。陈南，你给我等着！200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跟我爸要点儿。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有请山水集团董事长陈远山先生。感谢各位。今晚除了庆祝合作，我还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宣布。犬子陈凡之前一直在外历练，这些年他没靠家里一分钱，自己读书，自己找工作，自己谈对象。如今历练该结束了，从今天起，陈凡正式出任山水集团副总裁，并作为集团的唯一继承人，逐步接手集团的全部事务。山水集团继承人，快拍！之前传他是靠脸上位，这确实够帅啊！我女婿，得亏咱闺女眼光好。小子，上来吧。臭小子，之前呢，我老嫌你不上进，现在看来，我还是不够了解你。做得不错，爸替你骄傲。爸，你这是当众煽情啊！我都没准备。煽情怎么了？小时候我对你煽的还少吗？陈副总裁，我也是刚才知道，我爸要来这一出的。挺好的，叔叔说的对，你确实该骄傲。若曦，
有件事我等了很久了。若曦，3个月前我们在停车场第一次见面，你上错了车，我锁上了门。我那个时候只是想找一个演员帮我应付一下我妈的，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后面的这一切，而且这份合约也快要到期了，所以我想问问你，这合同能不能续签一下啊？懂了，讲究一下啊。陈凡，你刚才的手抖得跟帕金森似的。我下次再练练。下次你跟谁求婚？